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妈妈，我敢会甲你斗3工？免啊，你来只是加10个，做无工课啦。10分钟后，这拢无较早，拢袂来甲我斗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66新闻，我是主播廖弟。昨一个药局的药师，迄有人创到要笑去，走去挂精神科。药局的门口就有写成人口罩已售完，嘛是有人走入来问讲，敢有大人的嘴啊？药局的门口嘛有写儿童口罩已售完，嘛是有家长走入来问讲，恁还阁有囡仔的喙安无？各位同学，老师今要考造句，来本落来。廖弟你来，你写这是啥？念互大家听。第一题，我写妈妈搁安怎骨力减肥，嘛瘦袂落啊。第二题我写妈妈一直想要瘦落来，瘦无成功过。第三题，妈妈一直想要瘦落来，不过拢有捌实现过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支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来看。你的 camera， 你把暗时来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